对对。来。哦，已经在里面了吗？对，好像不是这个，不是这个哈。是这个吗？不是。哎，不知道在哪。来，这么拿过来，太大声。不是，可以了。可以了吗？嗯。各位兄弟，主日平安。今仔日咱邀伫咱的厝里做伙组织，虽然咱伫无共款的所在，但是咱有上帝神的带领，所以咱同心志同一来敬拜上帝。这时咱来练习今仔日咱礼拜中间要吟的2首诗。第一首是圣诗36首，咱先请严丽老师来弹一解。这是一个日本人所做的这个词吼。这第一节上尾，第一节的上尾句是讲：这山悬大，人心酸。吼，毋是人心善，是人心酸。吼，啊，有第三节伫遮讲：知青阿拉伯抗野，吼，阿拉伯抗野。好，咱这是咱来练习，吼，咱来练第一节。上帝的恩惠慈悲，极宽无地比，永无关山领是比，白雪满遍是。透早的云山花开，日头发光辉，这山悬大。
诗歌伊的歌词真有意思哦。伊第一节是讲极悬，吼；第二节是讲极深，第三节是讲极阔。所以上帝的恩惠，上帝的疼是悬、是深、是阔，吼。所以希望讲咱伫透过这首诗歌，会当搁较体会上帝对咱的疼，甲咱的恩，互咱的恩惠。好，来，咱即时练第一节到第三节。上帝的恩惠慈悲，极悬无地比，仰望关山岭是比，白雪满遍是。透早的阮山花开，日头花搁开，这山关大人心酸，自阮搁较悬。上帝的恩惠慈悲，极深无地比。海基水体的山坪，大因我伫遐。黄昏甲日日来雨，日光也袂散。这海水深水相饮，使阮搁较深。上帝的恩惠慈悲，极宽无地比。一望无尽的沙漠，弯弯的风波。天气若若变空野，月光在照射。这风波虽然真大，自阮搁较宽。虽然咱经过风波真大，沙漠真阔，但是上帝恩典比这搁较宽。所以这首诗歌写得非常好，咱会当透过三节，互咱一步一步豆豆仔来少念主的恩惠。第二首的圣诗咱真熟，是圣诗344首。这首诗歌，咱拢伫平常时咱嘛拢爱真爱念这首诗歌。救主耶稣愿你来听，咱就来念第一节到第4节。救主耶稣愿你来听，我困求的声，你大心靠你遵命，清心的脚车。救主救主，愿你听我求，我有欠亏你大父，恳求你相思。我的救主真情万倍，偷窥我无畏，教我洗清拄去我罪，主你的脚way。救主救主，愿你听我求，我有欠亏你大父，恳求你相思。救主耶稣你大功劳，我好大我苦，我是比平常常失措，你准我祈祷。救主救主，愿你听我求，我有欠亏你大父，恳求你相思。我心因总是不降落，只有主耶稣，你要替我担当万苦，天下无烦恼。救主救主，愿你听我求，我有欠亏你大父，恳求你相思。阿门。这首诗歌是一首基督的诗歌，
所以伊最后有加阿门，所以有当时咱咧受新的信息的时，咱就想讲，有的所在咱无阿门，有的所在有阿门。有阿门的所在，就是咱用安尼歌词做咱的祈祷，所以这是一首祈祷的诗，咱最后爱唱阿门。所以，望讲咱用今仔日这2首诗，咱会当准备心来到主的面前，咱来孝念伊互咱的大恩典，并且咱嘛将咱的卑微、咱的欠缺放伫主的面前，恳求主来陪伴。咱安静心，准备今仔日的礼拜。请安静，同心来敬拜上帝。奏乐。
上主赏赐我一切的大恩，我要用什么报答伊？我要捧起救恩的杯，求叫上主的名。我要伫因众百姓的面前，对上主食我的愿。三甲来吟诗学罗上帝，圣诗36首，36首。请起立。上帝的恩惠慈悲，奇观无地味。用无关山也是比，白雪满满是。透早予阮所花开，日头花光辉。这山大大人欣羡，自阮搁较悬。上帝的恩惠慈悲，奇深无地味。水基水体的山壁，大鹰看伫遐。黄昏甲你美海花，一光又月山。这海水深水相映，自阮搁较深。上帝的恩惠慈悲，奇看无地味。希望无际的山坡，遥远的风波。痴情啊，若被空摇，月光地照射。这风波虽然真大，自阮搁较宽。这是用使徒圣经做伙来告别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，顶十字架死，埋葬落阴府。第三日，对死人中国活上天，搭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。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神，共同的教会，圣徒的相通，罪的赦免，肉体的国活，永远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三甲用启应文27篇来应答上帝的话。启应文27篇。着称赞上主，上主的仆人啊，着称赞上主的名。上主的名应该受称赞。对现在到永远，对日出到日落的所在，上主的名应该受称赞。上主统合万国，伊的阳光超越穹苍。啥人会当甲上主咱的上帝相比？伊坐伫至悬的所在，下落来看天甲地。伊对沉哀提拔善正人，对本所对孤身欠缺人，互因甲贵族排做伙，甲本国的贵族做伙坐，伊互未生的负人人有大家庭，诚做有真侪囝的老母来欢喜。着称赞上主。同心来祈祷。阮伫天里的爸，阮的主，感谢你鼓守阮，搁经过一礼拜的时间。今仔日是主你所赏赐予阮圣的安息日，伫下前的下面，你保守予阮有份，无论伫厝里也是圣殿内，阮拢一齐同心来敬拜你。阮学了你无穷尽的仁爱，差派主耶稣基督来赎回世间人，予阮有盼望，通得到将来的荣耀。虽然疫情亲像风影，阮恳求你，假使阮常常笑念你的大恩，有信心，你的确甲阮伫地。阮诚心学乐感谢你的救恩，予阮的言语甲人生生活一致，通显明阮是你的学生。学主的款式，听人服侍人，亲像服侍主一样。
主啊，阮担伫你的面前，谦卑承认阮的软弱，阮有时摇疑，常常得罪你，袂记得你的施恩甲疼痛。有时亲像迷路的羊，无活出你要阮行的款式。天父上帝，求你伫阮的救主耶稣基督的恩赦免阮的罪，开阮的目睭，互阮看见家己的无完全，洗清阮的过失，重新来活靠你。至善阁慈悲的阿爸爸上帝啊，求你将你的恩惠入伫阮的心，互阮明白伫任何的状况拢有你的旨意。恳求你引带阮，袂晓伫你的光的内面来活，操练阮的性命，行你的道路，分享你的丰富。虽然疫情犹原严重，阮确信你要施恩互阮，活出教业的信心，请人亲像家己来荣光你的性命。阮深深拜列以上的祈祷，阮即时也要照主所教示阮的祈祷文，同声祈祷讲：阮伫天里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成伫地里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，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。互伫带阮入一次，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，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做伙来共读上帝的话，记载伫旧约出埃及记33章12到19节。旧约出埃及记33章12到19节。摩西对耶和华讲：看啊，你对我讲，将即个百姓带上去。总是无互我知，你要找是谁甲我相甲去。只有讲，我用名敬吊你，你伫我的面前也得到恩典。我当若伫你的面前得到恩典，求你将你的路指示我，互我捌你，通伫你的面前得到恩典，得到笑脸。即族是你的百姓。耶和华讲，我要亲心甲你去，互你平安。摩西对伊讲：你若无亲心甲我去，就毋通带阮对遮上去。就怎样会知我甲你的百姓伫你的面前得到恩典？敢毋是对你甲阮相甲去，互我甲你的百姓伫地上万百姓有分别嘛？耶和华对摩西讲：你所讲即个事，我也要做伊，因为你伫我的面前得到恩典，搁我用名敬吊你。伊讲：求你互我看见你的荣光。伊讲：我要互我一切的恩惠经过你的面前，也宣布耶和华的名伫你的面前。我要施恩伫我所施恩的，我要怜悯伫我所怜悯的。请陈牧师讲道，题目是：求你施恩，搁施恩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咱读的出埃及33章是延续前一章以色列人拜金牛事件的煞后。伫即章的一开始，上帝对摩西讲：你去甲以色列百姓讲，虽然恁做出即款拜金牛的事件，违背甲我的律约，但是我无亲像恁，我毋是乌白毁约的上帝，我是信实的上帝。所以我犹原要按照对恁列祖所应允的，我要将即个迦南地赏赐互恁。我也要差派使者，将原本住伫遐的遮人拢赶出去。哇，听到遮个百姓应该是非常欢喜。哦，好佳哉，上帝原谅咱，无代志啊！因缀伫心肝头迄块石头，罪恶感马上就放落来啊！但是无想到上帝还袂讲完。上帝讲：我无甲你上去，因为你是硬颔棍的百姓，行了我伫努力甲你抬灭。即声害啊！上帝无要搁亲像以前甲因做伙来相同行。上帝无要甲因做伙行，这表示因若等一下，
投影迄个投影片，我可以自己控制。可是我好像不能够控制。好，来，咱请音控同工来解决安尼个问题。互咱做伙来思考，上帝无要甲因做伙行，这表示啥？这表示讲，因若佫拄着亲像以前迄种无水啉、无物件食的状况的时，上帝袂阁甲因陪伴啊！哇，上帝无要甲因做伙行，这表示啥？哇，这个火挑、云挑嘛无啊！安尼，这以色列人是要安怎伫旷野找路？甚至因嘛会拄着热死，也是寒死的危险。哇，那当上帝无要甲因相同行咧，这就是讲因伫半路拄着危险，上帝嘛无要出手来帮助因。所以当百姓听到这个话，就忧闷起来，也无想着讲要安怎来践踏家己。所以接续上帝讲：恁这硬颔棍的百姓，我若一捌年久到恁的中间，我的确要走灭恁，担将恁身躯所有的砖塔拢拔落来，我就知我要安怎来款待恁。上帝爱因将因身躯顶所有的砖塔拢拔落来，将这金银拢拔落来，免得因搁一摆陷入去迄个制造偶像的罪。所以咱看见这段经文内面出现有300个砖塔，所以砖塔对这时的百姓来讲是一个真重要的提醒。兄弟姊妹，你什么时会想到要砖塔家己咧？当然是心情好，也是讲我想要去什么款欢喜的场合，就会砖塔家己。所以为什么这百姓这时因无想要砖塔家己？因为当因听到上帝无要甲因做伙去的时，知影在代志大条啊！因悲伤甲将身躯顶所有的砖塔拢拔落来。这百姓当初有这金权、这砖塔，是因伫埃及的时，因的厝边互因的。咱看出埃及前的经文，当这埃及人看见上帝所降的十个灾，非常惊吓。并且佫敬畏上帝的规律，所以紧将这贵重的这金银送互以色列人，叫这以色列人离因较远的。所以当这以色列人因伫带这砖塔的时，因所想到就是永远的上帝安怎甲因同在，互因非常有面子，车也来离开埃及。但是，即时上帝讲：我无要甲恁同去啊！我无要甲恁同在啊！哎呀，是要安怎咧？但是咱看见以色列人有一个真好的一个优点，就是因虽然背逆，但是因知影讲，若无上帝的同在，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代志。所以因拄起所有的砖塔来表示因的悲哀。兄弟姊妹，咱咧，咱敢知影上帝无甲咱同在的迄个严重性咧？当然，咱知影上帝伫逐所在，伊无所不在。但是有时咱会家己骗家己。哎呀，上帝即时无伫遮，特别伫咱犯罪的时，咱偷偷来，咱感觉上帝看袂到。咱若看以色列的历史就知，当百姓一再背逆犯罪。上帝讲：我无爱伫恁啊，我随在恁啊，因就安怎？这以色列人就继续对路，做出甲遐外邦人无啥物无共款的代志。所以，当一个人家己骗家己讲：啊，上帝无甲阮同在，会安怎？会哪含哪深？这个罪会哪来哪大？所以，虽然咱的理性上知影讲上帝甲咱同在。但是，咱不时爱求上帝，求你，互我知影你甲我同在。有一出真经典的赶鬼的电影，其中有一幕就是有2个神父，互一个较少年，一个较年长，因就伫一个互鬼附身的查某囡仔的房间底下赶鬼。哇！这个查某囡仔吐，佮颔棍仔会生360度，佮亲像蜘蛛伫遐爬来爬去。或者2个神父不断讲，奉主耶稣的名命令你出来。
但是迄个鬼非常的顽强，所以这两个神父赶鬼赶到非常的深，非常的忝，就暂时行出迄个房间休困一下。其中即个较少年的神父就问迄个年长的神父讲：“哎，为什么即个查某囡仔遐尔可怜咧？”即个年长的神父回答讲，这是因为伊要互咱绝望，互咱想讲即个所在无有上帝的疼，互咱想讲上帝无伫即个所在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伫咱的祈祷内面，咱也求上帝互咱知，伊甲咱同在。因为当咱看无上帝时，会容易软弱、失去信心，甚至做出背逆上帝的代志。所以，咱接续咱来看摩西安怎来求上帝的怜悯，互因会当明确知影上帝会甲因同在。亲像今仔日12节到第19节，摩西的祈祷，伊不断地求讲：上帝啊，求你施恩，搁再施恩。其实，伫拜金牛的事件了后，摩西早就有2摆在替百姓伫遐祈祷，甚至第一、第2届的祈祷内面，摩西对上帝讲：当你若要赦免因的罪，而且有点点点，若无求你对你所写的册擦去我的名。这段经文，咱若看咱的和合本圣经，无即个点点点，即个标点符号。但是这段经文的原文有点点点，有可能是漏到一寡字，有可能是一寡字互消除，但是嘛有可能是摩西伫上帝面前哭甲已经讲袂落去啊！上帝啊，求你赦免因的罪，伊哭甲讲袂落去，若无求你将我的名对你所写的册来消除。所以，咱看见摩西，伊拼死伫上帝面前祈祷，逼切到连家己会当得到祝福，伊嘛无爱伫啊。咱看见伊疼百姓的心是够安尼。所以伫今仔日33章的内面，摩西搁一届伫上帝面前替百姓来祈祷。伊的祈祷好亲像是一个囡仔伫父母面前不断的求讨，甚至会互咱想到伫创世纪内面。阿伯拉罕为着一个城市犯罪城市索多玛伫遐来祈祷，伊不断甲上帝出价的迄个故事。但是今仔日摩西祈祷，毋是黑白在祈祷的，伊的祈祷是有赞处的。咱若看搁较详细，伫即段经文内面有5个得到恩典这个字，其中3摆是摩西所讲的。这表示摩西伊知影要得到恩典，因爱得到恩典，才会当继续头前的路。所以伊不断伫遐祈求，伊仰望上帝施落伊的恩典，毋通放弃因。所以虽然上帝无要甲因同去，但是上帝应允要将即个应允的地收赐互因，这看起来已经是达到因的目的啊。但是对以色列人，对摩西来讲，毋是安尼。虽然因最后嘛是会去到迄个应允的地，但是因认为，若无上帝甲因同行，一切就拢无意义。所以咱做伙来学习摩西的祈祷，仰望讲，咱嘛会当对遮来学习，咱安怎祈祷。第一点，咱看见摩西伊掠条上帝伊家己捌讲过的话，来甲上帝对话。伊甲上帝讲：上帝啊，你爱我将这百姓带去应允的地，这是你讲的哦。但是你无互我知影是要啥是要甲我去咧。上帝啊，你讲你已经捌我，嘛要互我得到恩典，但是你即马哪会放我一个人在引带因咧？所以咱看见摩西用上帝的话来甲上帝对话，因为伊知影上帝是信实的，是永远袂改变的。所以伊用上帝家己讲的话来恳求上帝。上帝啊，恳求你毋通因为生气就袂记你家己捌讲过的话。摩西绝对毋是用安尼来勒索上帝，这是因为伊完全相信上帝讲的话完全的确会实现。
所以兄弟姊妹，咱祈祷第一步就是爱相信上帝的话，永远袂改变。但是咱要相信，咱就爱先知影上帝的话是什么，上帝的话有什么。咱中间真少人有迄种上帝亲自咱启示的经验，但是咱有圣经，圣经就是上帝在咱所讲的话。圣经毋是一本历史册，嘛毋是咱道德生活的一本伦理的手册，搁较毋是随时摕来显、摕来算命的一本册。圣经是上帝在咱介绍伊家己的一本册，所以咱要认捌上帝，咱爱通过圣经。当咱相信上帝伫圣经内面对所有人类的应允，咱就会当甲上帝对话，咱就会当祈祷。另外，当咱毋知影要安怎祈祷的时，咱嘛会当用圣经的话来祈祷。譬如讲，伫你忧伤孤单的时，咱若相信讲，即个压伤的芦苇，伊无压积；要花的灯火，伊无拍煞花。咱若想到以赛亚即句的经文，咱就会当甲主讲：哎呀，主啊，这是你所讲的话哦。所以虽然我即马亲像是一拍得要花的火，我软弱到毋知影要安怎祈祷，但是你的话你有安尼讲哦，所以我相信你会告诉我。另外，咱真熟的诗篇23篇，上主是我的牧者，咱嘛会当将家己的名套入去这个经文。譬如讲，这个经文讲，上主是我的牧者，我无欠缺，咱会当将这个我改家己的名。上主是陈美玲的牧者，所以陈美玲伊无欠缺。所以当咱用安尼经文在祈祷的时，透过经文，咱相信上帝伊的话确实无改变。咱相信上帝互咱的应允是甚物，所以咱会当用安尼来做练习。第二步，摩西祈祷求上帝会当互伊搁较认捌伊。摩西知影讲伊家己是有限的。伊无法度凭空来想象上帝，来认捌上帝，所以伊毋是求上帝互伊一项伊真想要爱得到的物件，伊求上帝互伊会当搁较认捌上帝。但是真侪基督徒较毋是安尼想的，咱祈祷的上帝是一个会当赐福咱上好会当达成我所有愿望的上帝。但是这个上帝有啥物特性？伊欢喜什么？伊厌恶什么？伊做过什么代志？我完全拢无兴趣。但是安尼想法就无法度建立一个健康的关系。伊基督信仰甲其他的信仰无共款的，就是咱非常注重关系。但是这个关系毋是靠咱有偌济的服侍、偌济的奉献，做偌过基督徒来的。因为上帝无接受乌西，甲上帝的关系是建立伫咱对伊有偌济认捌。因为有偌济认捌，就会决定我对伊会有偌济的信靠。你认捌的上帝，你认为的上帝，若敢若一点点啊，你就会敢若一点点啊倚靠伊。但是你若相信你的上帝是掌管万物，无所不能。你就会当将家己完全来交托给伊，所以伫咱的祈祷内面，咱会当操练、调整咱祈祷的内容。当然，咱会当为着家己需要来祈祷，但是比例更较少的，咱是求主来帮助咱，互咱会当搁较认捌伊。搁来，咱看摩西，伊一方面是想要搁较认捌上帝。但是一方面，伊阁时常伫百姓面前来为着百姓来想。而且咱看见上帝，摩西对上帝安尼求讲：你着少年即族是你的百姓。即个内面的百姓，即个字，毋是普通的百姓，是立约的，是奉竞选的百姓。所以摩西伫遮求上帝讲：上帝啊，即群百姓毋是甲你无关系，普通的人哦。即群的百姓是你竞选、甲你立约的百姓，所以求主你少年即群甲你立约的这百姓。而且咱看见摩西真做上帝甲人中间的中保，
中保的意思就是调解人，为着要带来和解，伫双方中间来做调解的人。中保咱定定讲的是耶稣，为什么咱需要耶稣做咱的中保？因为靠咱家己的罪无法度互咱来到上帝面前。但是耶稣代替咱死，替咱还清咱所有应该行的安尼罪责。就亲像哥林多前书后书第5章21节讲，上帝互迄个无罪的，就是指耶稣，替咱正做罪，是要互咱踮伫伊来正做上帝的义。伫希伯来书第9章15节讲，因为安尼，伊做新约的中保，用死来赎情欲的时所犯的罪过，是要互受调的人得到永远的业的应允。所以咱看见耶稣是咱的中保，但是伫旧约的内面，摩西就是以色列人甲上帝中间的迄个中保，因为伊不断伫上帝甲人的中间来来去去，一方面伫遐处理指责百姓的罪，一方面伊嘛伫上帝面前替这百姓得祈求。这嘛互我想到，伫咱的祈祷内面，咱嘛会当诚做别人甲上帝中间的迄个中保。伫咱四周围生活中间的人的中间，基督徒的比例算是非常非常的少，所以咱中间所认捌的这亲人朋友，因可能认捌的基督徒，敢若咱一个人尔。这个人可能从来毋捌听过耶稣的拯救，所以因无法度做选择，因无法度思考做决定，所以只好继续屈伫迄个过去的信仰的内面。但是有时叫咱开喙去传福音，咱嘛毋知影咱爱甲因讲甚物。所以咱大心会当做的就是啥？伫咱的祈祷内面，将因带到上帝面前。伫遮我要做一个见证，咱中间若有参加拜三祈祷会的兄弟姊妹，就捌听见我提起有一个社区的囡仔，伊因为最近拄着家庭真大的变故，也因为伊无法度伫厝里家己来学习，所以老师就拜托教会，互伊会当来教会做线上的学习，甲补这个功课。伫前2礼拜，我甲团队非常的伤脑筋，因为即个囡仔的态度毋是真好，伊常常就是叫伊做啥，伊就是讲我袂，我袂晓。所以直到我甲团队定定爱敲电话，也是传来互伊的导师，然后伊的导师就敲电话来骂伊。所以伫2礼拜之前，我就感觉讲啊，靠阮家己的气力，阮的确无法度处理安尼代志。所以我开始伫社青小组、伫祈祷会中间，请大家为即个囡仔祈祷。兄弟姊妹竟然有改变。伫过去即个礼拜，伊开始有真大的变化。以前阮叫伊线上上课，伊就偷看点开迄个动漫，看影片。阮叫伊写功课，伊就讲我袂晓，我袂晓做啊，就烂伫遐。但是即礼拜伊非常的认真，完成应该做的代志。老师甲伊退回这作业，伊嘛一分一分个订正个好势。我就非常欢喜，甲伊的老师报告讲，即个囡仔的改变，老师嘛惊一条，因为即个囡仔伫学校嘛，互伊非常非常的头疼。就伫我甲老师讲，哎，即个囡仔有改变，会安尼对话，无到1点钟，有一个姊妹来甲我讲，伊问我讲，即个囡仔即是安怎？伊就我甲伊讲，哎，伊囡仔有真大的进步哦。即个姊妹甲我讲，当伊听到即个囡仔的情形，伊就开始为着伊祈祷，甚至是流目屎为着即个囡仔祈祷。哇！伫迄当时我就知，是上帝在做工，是上帝要做工。我讲即个见证，就是鼓励咱所有兄弟姊妹，咱会当诚做人甲上帝中间的迄个中保，将人带到上帝面前，为着伊不断祈祷，然后咱就听候。等上帝的时间，
咱就要看见上帝奇妙的工课。所以摩西祈祷到遮，伊的谦卑，伊的无放弃，搁一摆，互上帝怜悯来发动。上帝讲好，我亲身甲恁去，互你平安，互你安心。上帝无讲我派使者去就好，我要亲身甲你去。哇，安尼毋就好啊吗？一个真圆满的结局啊！但是摩西无放弃呢，伊继续求上帝，并且用另外一个角度来求上帝，讲：囝毋是对你甲阮三角去，互我甲你的百姓伫地上万百姓有分别吗？头拄摩西是讲，即群百姓是你所立约、你所竞选的百姓，但是即马伊是讲，你若甲阮去，互阮甲万百姓、地上的万百姓有分别。遐用安尼来提醒上帝，上帝啊，即群百姓是你的百姓哦，是甲地上万族是无共款的人哦，求你毋通放弃因。上帝嘛答应伊，你所讲的即件代志，我嘛会去做，因为你伫我的眼前来得到稳定，佮我用我的名来敬调你。哇，兄弟姊妹，上帝安尼两解保证。应该够额吧？摩西求两解呢，上帝嘛保证两解呢。迄若是咱就安心去困啊。无想到即个摩西提出第三摆，甚至即摆的祈祷非常大胆。伊甲上帝讲：求你互我看见你的阳光。意思是啥？互我看见你。摩西应该是第一个，嘛是最后一个敢安尼求的人。伊竟然想要看见上帝。我想摩西伫遮三番两次在求上帝，毋是伊毋信上帝，嘛毋是讲伊无满足，嘛毋是伊想要挑战上帝。伊真正非常真实的确无仰望上帝会甲因同在。上帝，你除了口头答应我，上帝，你嘛互我一个印证。你互我清楚看见一个代志，这嘛互咱想到伫《士师记》内面基甸的故事。当上帝呼召基甸引带以色列人去对抗米甸人的时，基甸非常的惊，因为伊的家族是一个真细的家族，这种遐尼重大的任务，哪有可能临到伊？但是了后，伊献祭予上帝，上帝接纳伊的献祭。基甸知影讲，哇，这真正是上帝呼召，但是安尼嘛无互伊壮胆，所以才有了后迄个油门的事件。一个伊甲上帝讲，这个羊仔门爱打的；一个伊佫甲上帝讲，这个羊仔门爱淡的。但是咱看见，无论是基甸也是摩西，上帝敢有责备因呢？无，因为上帝知影人会软弱，上帝嘛无因为伊罗卜的软弱来生气。反倒，上帝非常有耐性，用逐样的方法，互人来明白伊的答案。所以后来，上帝真正互摩西看见伊，但是有侪人无看见圣洁，无法度看见圣洁的上帝。所以，上帝保护摩西，互摩西敢若看见上帝的脚趾片。兄弟姊妹，上帝嘛要互咱看见伊的阳光。但是咱敢敢做安尼祈祷？主求你互我看见你的阳光。摩西会当做安尼祈祷，咱嘛会当做安尼祈祷。最后，我用一幅图来做今仔日的结论。我毋是一个艺术家，所以我无法度做出真好的解说。但是我透过这幅图，我看见上帝上大的愿望。这幅图是伫意大利梵蒂冈的教堂西斯丁教堂的一幅图，伊是米开朗基罗的作品《上帝造亚当》的这个作品。咱看见上帝主动向人类伸出伊的手，这个手毋是一个责备要拍人、要扇人的手，这个手是上帝想要甲人接触的一个手。上帝无要想甲遮个人有距离，上帝想要互亚当搁一摆感受到伊的疼。上帝仰望伊会当甲亚当做伙。
兄弟姊妹，上帝毋是要来互咱惊吓的，基督的目的嘛，毋是望上帝替咱达成所有的愿望。伫圣经内面，咱看见上帝一再用人会当理解的方法来启示伊家己。伊望的就是咱人会当理解伊的疼，嘛，互咱会当奉耶稣的名、耶稣基督的名来甲伊对话。所以望讲，咱会当通过读圣经，搁较明白上帝的心意，明白上帝是一个愿意施乐恩典、愿意甲人亲近的上帝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主啊，阮恳求你施恩，搁再施恩。阮是一群软弱卑微的人，阮时常犯罪，阮时常离开你，甚至试探你的意思。主，阮恳求你的赦免。主，互阮知影，你虽然会责罚阮，但是你的责罚是出伫疼，就亲像老爸疼囝会责罚囡仔共款。但是伫一个责罚了的背后，是一个永远不变的疼。主，恳求你伫阮的内面改变阮迄个歹的心思意念，互阮知，当阮要得到恩典，阮大心就爱到你的面前，认捌你，甲你搁较亲近。恳求你，互阮伫即段时间，互阮会当用祈祷、圣经，搁较认捌你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三甲来吟圣诗回应上帝的话，圣诗344首，344首，起立。请坐，奉献。
请起立。主啊，阮诚心感谢你，因为阮所有的一切拢是你赏赐的。阮的性命、工作、进修、读册的机会，阮的家庭生活，拢是你所赏赐的恩典。因为安尼，阮感谢阿罗你。现在阮奉献淡薄金钱，做教会宣教甲服侍社区的路用，愿主感纳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请坐。消息报告，咱来看第2点。后礼拜日7月初4上午9点半，要举行联合礼拜，邀请彭信友牧师讲道。礼拜4 10点半要举行专题演讲，再述基督教伦理观，请兄弟参加。第3点。教育组有开办基督徒一定要上的12堂课，只要真理，定伫6月29日拜日暗时8点要举行线上聚会，讨论进度是第1甲第2课。有意参加的，请向蔡淑分长老也是牧师来报名，请牧师补充报告。好，来，咱来为着咱的兄弟姊妹来祈祷。咱为着伫大院的兄弟，为着庆和兄，伊伫前几工已经完成伊心脏的手术，拢真顺利。咱继续为伊的疗养来祈祷，嘛为着徐义国弟兄、俊成兄来祈祷。那为着伫处理疗养的张月琴老师、郑哲、美兰姐、水平兄、钟贵哥、雨婷、明珠姐、盛渊兄、邓妈妈、龚琪姐、陈其雄长老。春文兄、阿淑姐、素梅姐、怡丽、慧玲姐、方梅姐、志金姐、谢丁兄、明理姐、富美姐、阿菊姐、郭元兄、东龙兄、幼庄兄、李雀老师、嘉豪姐来祈祷。好，咱嘛继续为着世界甲台湾的疫情，甲所有的人类当注着疫苗来祈祷。咱嘛为着咱的每一工的生活有平安，求主来帮赞。好，咱嘛为着咱教会来祈祷，恳求主引带台湾的教会，引带全世界的教会，会当伫即个时阵会当做无共款的代志，会当继续来为主来做好的见证。咱开喙为着教会，为着世界来祈祷。感谢你引带大鸟，阮伫你的面前，求你保守，我会当，领受恩典了后，我会当继续用安尼恩典来搁较其他人分享。主感谢你，互阮会当祈祷。阮会当，伫你面前祈祷，主这是何等大的福气！因为阮遮卑微的人，我竟然会当到你的面前，主恳求主你来怜悯阮，帮助阮，将教会兄弟姊妹交伫主你的手，恳求主你引带，无论伫病院伫处理的，主恳求你来带领，来一兄弟姊妹日常的生活，恳求你照顾。真侪人也爱出外上班的，出外买物件的。恳求主你赏赐平安，主也为着阮的教会所做的工来讲祈祷，恳求主你帮助阮，互阮会当伫无共款的安尼真特别的时代，阮会当继续来荣光上帝的名。阮也为着世界甲台湾疫情来祈祷，主咱看见这变种的病毒不断的变种，主阮的心真惊吓。恳求主你有怜悯阮，甲阮同在，互阮会当倚靠你，主啊，恳求你帮助。主，阮感谢你，阮是一群领受恩典的囝儿。主，虽然阮的生活有变化，虽然即个世代互阮感觉真惊吓，总是亲像圣经的应允。既然阮是甲你立约。既然阮是你所拣选的，阮就毋免惊吓。就透过这段经文，互阮搁一摆看见，
上帝，你安怎引带以色列百姓？你也要引带阮行伫现代即个旷野。主恳求你，手赐互阮勇敢壮胆的心，互阮无惊吓，互阮会当倚靠你，帮助阮认捌你搁较深，帮助阮，互阮知影阮所信靠的上帝是万权能的上帝。恳求主临在伫阮的中间，阮要为着阮的教会来祈祷。阮的教会伫即个时阵，阮爱做真济真无共款，甲阮过去无共款的遮个事工。主恳求你，就透过阮的所做，不但会当来造就兄弟姊妹，嘛会当利益阮所服务的社区，阮所听的台湾。阮嘛要为着兄弟姊妹来祈祷。真济人伫厝里疗养的，恳求主你赏赐因气力，互因厝内的人也有信心。阮嘛要为着伫病院的兄弟姊妹祈祷，恳求你保守遮个兄弟姊妹，也互因会当倚靠你。主要阮嘛要为着即个世界甲阮台湾的疫情来祈祷。主，虽然阮看到即个病毒不断地变种，阮真惊吓，总是主，阮恳求你，互阮伫即时会当哪来哪谦卑，互阮看见人类实在是无法度会当来为着阮家己做甚物。互阮趁即时会当来超找你，互阮知只有你才是创造万物，只有你才会当成万事的主。恳求你帮助阮，互阮会当谦卑，互阮伫即时搁一摆来塑造家己，成做你所欢喜的款式。阮将阮的台湾，将你所创造的即个世界，交伫主你的手里，恳求主你引带，也恳求你保守阮兄弟姊妹，阮新的一个礼拜每一天的脚步。也真侪兄弟姊妹每一日有缘要出外上班呢，主恳求你保守因，互因心有平安，也互因所做的拢会当荣光上帝。也是伫厝里的兄弟姊妹，也恳求你固守。虽然阮无法度亲像以前会当出去行行的，会当出去甲朋友做伙食饭，但是互阮伫即时也会当安静心，互阮无挂虑，互阮会当伫遮来享受上帝甲阮同在的迄种的平安安稳。恳求主伫阮的中间引带，阮安尼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即时来吟圣诗387首，圣诗387首。吟诗后，请陈牧师祝祷，请起立。应更归心被上帝，应更心听信心稍微的，在地的在地的，将来人永远的的，不共无尽。阿门，阿门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疼痛、圣神相通，甲恁众人伫地，对即时到永世来无尽。阿门。请坐。